1000萬。成交。哇！埋埋嘅，冇紅啫，真係。摩嘅埋埋嘅。剝茄啊，賣嘅哇！阿姨乜球都賣，幾多錢啊？攞嚟晾個嘢嘅喎。1000蚊啦。喂，你嗰個錢至埋1000蚊，佢啲好老實嘅姨，佢啲2嚿水封頂啊，真嘅唔會俾少你。臭威啊臭威啊！喂，選址嚟㗎，你把錢都冇買啦，反正收錢先講啦。收錢你攞過年啦。我真㗎啦，我今年嘅目標就係中咁㗎啦。啊，係啊，即係你仲要幾年先？你講我要幾年先實現？ 10年啦。 10年可以咪起2層樓啊？10年，好，咁你嘅目標，終身都夠。終身都夠，耶個耶，耶！好啊，唉，搞笑啊姨，阿姨吹得水，新年啦開始啊，收隻古董得啊，係掂攞部車嚟先，等我攞部三腳雞過嚟車佢。還咗好多啊喂，喂，下次買間屋俾我啦，喂，邊間先？下邊間？係啊。做出唔緊要啊，嗰我承接咗佢咪我手做啦，睇下先啦。唔係啊，唔係嘅。 1000萬，成交。哇！等我中個10倍價先未啫，你等我10年，我中10年啦。 12萬蚊你1000萬。哇！好，係嚟啊，姨好落啊，阿姨就落個。